送出去。好，来，饮切吹下水。咱对1656年哈，等拍摄，这要打出来，来个打出来。copy 锁定文本，锁定文本。哦，你拍遮久。另外是这个 copy URL， pin link， 打起来 ，add link， 好。好，来继续哈，继续来甲看落。1656年10月12号拜四，今仔日有一只，咱电话忘记啥物准啊？差袂记诶。歌吼，歌或者是课吼，歌啊准啦吼，课啦吼，课啊准啦。好来，对遮开始看了1656年10月12号拜四，今仔日有一只课啊准对平湖来到遮。该船呢是距离今仔日14天前对此地出航去遐吼，去平湖遐啦吼。因甲阮讲，迄寡大船甲迄只领港船拢状况良好，停伫咧平湖，无遭受损害吼。咱顶礼拜头到一个超级风台吼，风非常大，一个暴风吼，甲所有的厝拢差不多拢吹啊倒去吼。迄边的天气无像阮遮尔啊恶劣吼，因伫咧遐就讲平湖遐啦，其实滚啊哩吼，因伫咧遐无感受到遮尔强烈的暴风，也无遐尔强大即个大水。即只科仔船呢，就有39个查甫甲4个查某，再来90罐洗那的白酒，6篮的鸡，6袋豆仔甲2担西瓜。是咱生意人空瓜来甲阮讲，伊受到对下门寄来批里写讲，阮顶一摆对家所寄去广州的迄张批，并无送到遐，因为炸着迄张批的人所做的迄只篷船伫咧途中遇难吼，有难啦吼。迄张批呢，已经因此来闹失去，但是呢，迄个炸批的人被救起来，去到厦门市内，伫遐伊拄啊好熟悉一个酒粉是啥物意思？无解释吼。即个人甲伊讲，距离6个月前，就是今年的4月啦吼，迄个2位尊贵的公司的属神。该同一个生理人或者是秘书，由3位显要的塔坛人陪同护送，由这个主份担任翻译员，对广州出发，上北去北京，要去遐和宫廷的人交涉商务。按照这个主份的感觉，因去相请了后。塔塔的皇帝甲尊贵公司中间已经缔结条约了，
根据因所会当知影的，迄两只大船现在也停伫咧广东。此外，即个空瓜就无其他关系着此事的消息通甲阮讲咯。阮有收到迪罗山的政务员 Nicholas Lonius 先生寄来一张批里写讲，最近发生的迄个暴风也伫咧因遐真强烈横扫透，横扫啦吼，啊吹刮，这都毋知要安怎翻啦吼，就是风雨伫遐就原来诚大啦吼，甲即个原住民的厝拢吹甲倒去吼。而且，迄寡原住民产业的农作物也遭受到严重的损害，因此呢，以因全体的名义以因全体的名义来请求啦吼。为着要因为即个灾害吼，爱互因安慰纾困吼，即个纾哩我查一个纾。书就读书啦吼，看万延冤吼，延缓吼，万延冤吼，灾祸拢是书吼，头开天开吼，好讲为着即个灾害，爱互因安慰纾困啦吼，也为着因沉重的劳力吼，爱互因受劳吼。毋望尊贵的即个公司会当互因赠送物件吼，等等，就是要讨物件啦吼。即个迪罗山的政务员吼，对迄只马艾森号的站台，即马已经处毁6门大炮，全部的篷布甲锁啊，含其他真侪其他的器具。领航员报告讲，今仔日上午，即个台湾港岛水深11尺，游园是好天透北风。10月13拜五，早起呢，迄只大篷船 Vas 号要出港去澎湖的时阵呢，伫咧即个港内西北边则跨线咯吼。看线就是看搭看刷吼，就是准则对啦吼。我昨看到迄个洪家英先生有一篇最近写啊，无讲最近是讲最近的几篇啦吼，伊毋是逐工咧写，久久写一篇吼。其中有讲起讲，因算做即个台湾史研究吼。伊讲即个台语一定爱会晓啦吼，无实在吼，足侪词吼，也毋知影意思嘛。你敢若看迄拼音，有时仔你毋知影意思吼。伊就讲起即个船吼，搁浅叫做看，伊是写看山吼，因为是伊对倒会来，我袂记啦吼。伊就对个什么史料内底吼。看咱的拼音叫做看山吼，爱就写汉字看山吼，用看的山，但是这应该是无准啦吼。啊嘛有可能是讲话人音早逝去，所以写人就写看山吼。但你大字底是写看线吼，看线。线就是线，就是北线啊，无迄个线，线头迄个线。咱之前捌讲过吼，线即个线字伫台语是浅滩的意思，吼，就是沙洲啦吼。咱来接来看线，汉字线，无用即个音吼 ，SOANN 吼，第3条。SOANN 第3条吼，你看伊线即个音
敢若2字尔，大理大书店收2字，即个是西线迄个线，即个是线开迄个线吼。但是咧，伊无收即个线头啦、北线尾迄个线哩吼。伊即个汉字西线的线，伊有2个规则，一个是西线，第二个就是浅滩吼。所以台语内底吼，像北线尾啦、线头啦吼，其实迄个线就是浅滩的意思吼。就是沙洲的意思吼，所以什么我讲北线无，即个台南角是什么线？什么？台南角什么线？什么归昆新迄有无？哦，迄拢什么线啦？哇，即嘛一下找无。哇，即嘛。看袂成着即个沙洲呢哈。哦，伫个即个七股台南七股即只还有一滴啊啦。什么新浦仑线吼，什么线吼，拢是浅滩的意思，拢是沙洲的意思。好，讲到遮来，就是拄则讲搁浅嘛吼。迄个洪家英先生伊迄个史料内底是写看山吼，但是大理大书是写看是毋是看吼，不是 watch 吼，看是。搁浅迄个搁啦吼，就是或者是牵挂迄个挂吼，叫做跨吼，所以跨线就是船搁在沙滩上安尼吼，你会安尼讲吼，跨线吼。嘛有收跨搭就是礁石迄个礁啦吼，搭开迄个搭啦吼，跨搭所以。你若是看伫个即个礁石顶头，就是看搭嘛；看伫个沙顶头，就看线嘛，或者是看沙嘛。直接讲看沙应该是会使吼。我之前拢读看沙啦吼，但是我可能会有些会看线，有些看搭吼，看前面吼。好，咱继续吼，讲即只大胖船20号要出港去平湖的时阵，伫个港内西北边遐看线路吼，一直到阴暗才又搁浮起来。无任何的损害。阮对地方官 Frederick Skidel 先生自 Provincia 城堡寄来一张批，知影讲站伫迄个市镇，就是 Provincia 市镇哦，就是赤坎迄边啦吼。赤坎就是较东边啦吼。赤坎的西边阁有6间厝被烧歹去吼，毋知影起火的原因吼。毋知影讲为虾米火会倒起来啦吼。阮也有收到牧师Wishemius 对新港寄来一张简短的批写讲，因为最近迄个强烈的暴风，因遐的教堂、学校甲其他的厝也拢被吹倒去吼。就如对即张批所以咱看到安尼，为着要去来斟酌检查迄个倒落来芒港的米信根碉堡，以便转来问报告该碉堡的整个状况。今仔日长官阁下委派将旗官 John Lamertz 甲土地测量师 Philip Daniels 和高级大工叫做 Anthony Piocoy。即个人对测量土地甲为地图吼，为地图咧也内行去遐，就是派这3个人去遐啦吼，去迄个威利逊碉堡遐啦，看要安怎，看即嘛到底损害到什么程度吼。天气含风甲昨昏相像，10月14号拜六。由原是真好的天气，阮也收到政务员本事
对新港寄来一张批写讲，新港大目港甲目加里湾社的原住民遭受到大灾害，特别是迄个暴风对因的住族造成了真大的灾害。啊，我真害我掠写日志吼，已经读要了，结果这新港啦、大目港、目加里湾社到底伫啥物所在？我迄概念个安尼。有关无介清楚啦吼，主要是我感觉我对台南市附近的无介熟吼。新港是应该是就是即马新市啦哈，好，搁一个来看。这毋对啊！讲新港是即嘛咖喱，这毋对，这绝对是错误。大目港是新化，目加里湾是善化。新港应该是即嘛咖喱应该是小人啦吼。新港社。我要找一张地图吼来看看，会当较有印象较深袂？这张图就袂歹。伊无即嘛地图，我看看这是啥物人做的。即个网站，各位你若方便啦吼，你来看我即马查到即个网站哦，真趣味，用位的吼，大江内海，晋级大江1661年，这是啥物人做的？真趣味。翰林组乐、原住民组乐哦，但是因内无，我明明都有看到海上贸易。这个图为敢若减的吼，我这可能就是减的图啦，我无介清楚。只有一个谋杀者集合吼，这我讲啦，咱伫咧读这个人家写日志，拄则开始读的时阵，就讲起讲这个是磨刀社还是新港社袂记啊，算对荷兰人袂爽哦，对要过撩开过这个河的时阵，超尴尬。一个树咧拄死啊，隐死吼，就是这代志。这张图为什么看袂到呢？这张图就有写吼，小人社就是即马咖喱，磨豆社就是即马磨豆，目加里湾社是善化吼，新港社就是即马新市吼，所以我拄则讲的绝对是毋对的吼，新港社毋是伫咖喱吼，是伫新市吼。新市南部是新化讲是的哦，善化则是目加里湾社吼，新化是啥物社袂记啊吼。新市，所以你若对台南市的角度看过吼，新港社伫东北边目加里湾社，敢有别张图通好看咧？
地图，不是地图啦，爱用图片。无啥物适合的图通好看。一张图咧。好，这是古早的图，好啦，家己去看啦吼。新港吼，即嘛新市吼，大目江，大目江是新化吼。大目江是新化，OK 好。这个 AI 吼无准。大目江是新化对吼，目加流湾社是新化吼。这个网站老的等下来算。好，来继续吼。这个本是对新港寄来一张批，写讲新港、大目江甲目加流湾社的原住民遭受真大的灾害。特别是迄个暴风对因的住族造成真大灾害。伫咧即个3个春夏年的教堂、学校拢毁坏去，吼，就安尼，阮对各方面听到拢是灾害甲悲伤。祈求万能的上帝对阮含即寡可怜的土人，吼，救转去伊打击的手啦，就是祈求万能的上帝甲伊即个打击可怜的土人的即支手啊，甲伊的手甲救转去吼。三队呢是请你保佑阮大家吼，免得遭受遮尔多悲伤的事故。早起大胖船 Luthervos 号对此地出航去澎湖，载400箱糖要去交迄只 Louis 号吼，也早着一张批要去交该船的主管。这张批内容会当对批4铺仔内底看到。下晡阮有接到报，以前伫个快艇马海神号顶头航行的司务长，名叫做 Llewellyn John Starkvis 的。伫咧该快艇的残骸的船舱里，护物件的时阵，窒息死去了哈。我伫咧想，窒息要安怎讲？这条可怜的消息，我讲一下。下晡接到报告啦吼，讲伫咧快艇马海神号顶头的航行的司务长，伊的名叫做 Llewellyn John Starkvis 哈。伫咧该快艇的残骸的船舱里，伫护物件的时阵窒息死去吼。窒息要安怎讲啊？翕死啦吼，但是翕死。窒息吼 ，Ambry 受翕死吼，翕死吼，翕死或者是 suffocate 的激，毋捌听过，激死。Marino 受
十开。十开吼，翕死吼。我拄仔讲翕死是甲后壁轻声啦吼，其实是就是翕死啦吼。好，10月15号礼拜日，像昨遮尔平静舒适的天，阮收到地方官 Frederick Skidell 先生对 Provincia 城堡寄来一张批，批里写讲。由副地方官所带领几啊士兵500一直到巴维尔的农地吼，去巡视了后，看到迄边规个地区拢安宁和平吼。因伫咧上述巴维尔是啥物所在无讲吼，绝对嘛无注卡吼。讲因伫咧上述巴维尔产业看到一只荷兰船的小艇。留伫咧距离海边啊，约1点钟路程的内陆的所在吼，是被大水冲到遐去的吼。不过还阁会当甲迄只小艇该搬去水里啦吼，该撒去水里吼。即个1点钟路程是啥物？1点钟路程用行的啦吼，可能用行的啦。咱算用行吼，1点钟会当行完，差不多。我袂记会当行完啦。1点钟，5公里应该无问题啦。好，所以这船吼，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讲水吼，海水倒灌的款，淹到迄个内陆5公里，至少5公里的所在去吼，好远的吼。我看下地图者吼。咱若算讲即嘛，安平即只拢算海啦吼。5公里，5公里是淹到倒位去？安尼是1英里5公里，差不多3英里3英里。安尼是1英里，1英里，3英里，差不多遮远。我要对倒开始算起呢。我对安平边啊，这只我对安平甲赤坎楼中这只算起，差不多淹甲即嘛。台南的台一线遐啦吼，差不多淹到台一线这只。好，即个副地方官还阁报告讲吼，产业即个稻啊状况无好吼。将会比预期的减收1/3吼，因为伫真侪所在稻穗全部被强风吹拍落去吼。毋过甘蔗也阁算生甲算袂歹吼。10月16号拜一，伫台湾港岛目前的水吼有14尺深，愿上帝吼，即个港岛继续维持安尼的水深吼，诚深啦吼。迄只尔港船伫咧偏湖修理好咯，
今仔日对遐转来到安平遮，阮两个转来到台湾遮啦吼。有两个新仔人坐着即只领工船对澎湖来遮，因甲阮讲，伫个西南沿海也感受到最近迄个强烈的暴风。官员就是国姓爷会8只篷船，因为即个暴风遭有的船难。10月17号拜二，大蒙的天气，下晡透清冷的北风。派去芒港的迄个几个代表，今仔日转来处地报告迄个美信根碉堡的状况，讲佫会记迄3个为地图的吼，讲含迄边碉堡建造做伙迄个半月堡、半月堡吼，应该是像敢若半月安尼吼，已经完全倒落来吼，完全拍落来吼。只敢若剩迄堵壁诶一角位啊，无落落吼，无倒去，甚至迄个半月堡诶地基拢已经完全拢松开啊吼，地基拢都拍流去就对了吼。上下层诶地基已经拢走出来吼，所以呢，现在淹大水诶就是海水大淹诶时阵呢，水拢淹到即个。倒落来半月堡的涂骹去啊吼，并且流过即个碉堡的细色吼，流经过迄个碉堡的大门。海水涨起来时阵呢，水悬差不多3尺，但是退流的时阵，水就对遐退差不多有100个罗顿，退有100个罗顿，100个罗顿是距离单位吼。差不多是370公尺，吼。会对住客讲吼，算海水退流吼，海水淹甲涨起来甲退流吼，中间水的差别遮尔大吼，370公尺吼，讲实在真恶想象吼。无定100罗顿是10个罗顿的冰哦。370公尺，哪有啥物？你若迄较边诶，像阮新竹香山这看起来，你若水退来几100公尺，足远的啊，有可能啦，但是这毋知啦吼。好，来咱继续讨论吼。迄个碉堡诶东南角诶土壁大水大量来冲蚀，即嘛。海水退流的时阵呢，用目睭就会当看到迄个碉堡的地基咯吼。按照即寡代表的判断啦吼，迄个倒落来半月堡已经无法度通搁重建起来，只敢会当伫个碉堡西边甲北边的即个壁吼，做几啊炮眼吼，用来对遐来发射大炮，并且伫即寡壁。头前做一道会当用的即个白沙吼，白沙做即个布啦吼，堤防吼，用来阻止水流到即个碉堡的墙边来吼。同时呢，为着要伫个该碉堡的两室的所在吼，两边啦吼，两室写2亿嘛吼。建造排水沟，所以互该碉堡会当对即两边排水。即寡代表伫咧会图当中，去过北线尾查看迄个倒落来海堡。即个碉堡咧，即个海堡啦吼，伊海堡的名是即个碉堡的名。即个碉堡已经连地基吼，连地基都当作拢崩开倒去啊吼。因此，完全袂当有任何修复的想法，袂当免想讲要甲修理就好啦吼。甚至嘛无会当建造碉堡遮尔重的即个建筑物适应的土地吼。海堡是伫北线尾。OK， 海堡伫北线尾。
OK， 今仔日有几啊新仔人对本港来处对报告讲，稍等吼，我看一下，因为我这几工都咧看迄本书，被围殴的台湾啦吼，就是咱即个规一张官所写的即本，我会记得我有看到内底一张图，一张。迄个毋是海报啦，我袂记吼。我咧想讲，伫咱野城的东边吼，较活内陆的所在吼，当然无甲遐内陆，就是有一个岛叫做乌特勒兹碉堡啦吼，乌特勒兹吼，毋是海报啦，有时候拄则看海报是讲奇怪，那变态，我甲记毋对去吼，那是乌特勒兹。好，海报是北山堡。好，咱继续读了哈。讲今仔日有几啊新仔人对本港来处队报告讲，因伫咧本港溪附近的海岸看到一只被漂失的壳仔船吼，壳仔船吼，即个壳毋是蚵仔吼，是迄个一下舟字边吼，就船字边吼，边仔一个可以的壳啦吼。讲伫咧本港溪附近的海岸，看到一只被漂失的壳仔船吼，含一寡写荷兰文的纸，伫咧海上漂对遐去吼。无可料疑啦吼，免料疑，就是讲即只壳仔船应该就是对荷兰人载运牧师巴克里尔斯的大部分财物要来处理的时阵，遭有的最近迄个暴风里遭难的迄只船吼。各位应该阁会记得，就是有一个报告啦，讲伊本来甲一个牧师的物件对荷兰人载，用箱仔船载到要载来安平遮的款，然后结果伫咧还未到安平，还未到即个台湾遮，就拄着暴风，迄只船就去互海水流去安尼吼。对，伊遮嘛安尼写讲，关系着此事，阮伫咧头前本国的交河嘛已经有记即项代志吼。有一只小胖船出航前往佛罗摩萨南边南端啦吼，坐7个大波，再去10稻米、2担盐、2桶糖水，一个希望。10月18号拜三，昨阮听处派去望港查看迄个碉堡状况的代表的详细报告，以及因对整修即个碉堡的意见。今仔日伫佛罗摩萨议会呢，含迄寡人搁再一次详细交谈了后，决定要按照因所提出的办法，尽量较紧来进行善后的工作。就如同自决议略内底有关的部分会当看到安尼，也决议讲，因为整个北山堡拢无任何适当的所在会当重建真重的迄个碉堡吼，因为拢山嘛。其实荷兰人吼，足奇怪吼，伫咧即个山坡顶头起碉堡吼，迄哪有可能会久长啦吼？所以我伫咧看，我拄则开始看即本书吼，被围殴的台湾吼，即个规吼，一开始就咧讲即个代志，讲一开始就是讲先天不良啦，就是讲即寡防务吼，拢无法度，最后因为因迄个要济啦吼，碉堡啥拢起了无好，无好顾就对啦吼，无好救啦吼，无好修啦吼。所以你看这伫咧北山堡，就北山堡，你听名就知，北山堡就是伫咧北边的沙丘，无溜遐吼，沙丘啊，你要搁起碉堡吼，所以无适当的所在，咱起遮尔重的碉堡，因此决定讲要派6个士兵，伫一个下士的指挥之下，伫遐要
建造一个外哨的细间落厝吼，用来瞭望海上，也决定讲要调换伫咧偏湖的迄寡荷兰的船只，伫咧11月吹拢来遮，有清爽的北风好天。10月19拜四，今仔日派政务员 Cornelius Verberth 对厝地去本港巡视迄一角位啊吼。要去看讲迄边的希腊人甲原住民是毋是也好吼，特别是要去迄边调查牧师 Bacarius 装伫咧迄只有咱的科仔船的载物是毋是有飘到迄边去吼等等。联航员 Sic Peters 对加亚迄只 Vrede 号的船头炸几支茶牛啦吼来遮。即个茶牛还阁会当使用，因为伫即个最近即个暴风甲大水当中，伫厝地甲其他的所在有真侪物件被人摕走，因此呢，今仔日伫四界拢打出通告，警告大家讲，若是有人甲别人的物件摕去吼，必须伫2天内摕来厝地交互尊贵的公司，若无要严厉处罚。10月20号拜五。昨暗阮伫咧厝地台湾，感受到2遍强烈的地动连续发生吼，前几工才发生地动嘛吼，阮听阮母啊讲诚大啦吼。阮又阁接到报讲，伫咧对岸赤坎的普罗宾西亚昨暗阁有21间厝被火烧毁坏去吼，哇！伫咧发生火灾啊吼。OK。我咧看啊，马文老的吼，这等下再来讲。老话啦吼。普罗宾西亚有个火灾吼，21间厝被火烧毁坏去。伫咧倒倒的期间，起来已经连续发生3遍的火灾。虽然也找袂出失火的原因，究竟是意外或者是有人放火，但是吹想有人放火的可能性较大。上午，即个城堡可敬的法务议会召开会议，今仔日大篷船 Apple Boom 号装上150箱糖，要载去偏湖补充快艇刘维内号装运的货物，也要装上迄边的船只需求的粮食。今仔日是预定要发放赤坎农地7月11岁的即个日子，无论是一年收1遍或者是2遍的田吼。拢爱遵照公告的办法来发放。公告内容是必须缴纳11岁的农地，爱按照赤牛的面积甲农区来发放。即寡农地无包括长官西式国下 Frederick 归义国下 John Juvendo 大目江的善家人、希腊人、波伊哥、金丁 Seasick 三峡河宾馆以及希腊人绝对的遗产继承人的土地，我拄则念一段吼，就是要发放的土地无包括即寡啦吼。除此以外，任何人的土地拢必须要缴纳11岁。如果因为确实的面积无法度知影甲遮准吼，因此每一个人拢必须要接受着赤牛的面积。若是无论面积加出来偌济，或者是不足偌济，公司袂提出要求，也袂不准解除约束吼。白金必须伫咧今年12月底以现款来缴纳，不得延钱吼，不得延钱啦吼。而且必须要提出良好可靠的保证人，白商必须家己负担对丢产将11岁
再返去厝的费用，吼，就是1/10的切啊啦，吼，爱知即个费用家己爱负担，吼。不过，因会当对每10捆放做一堆无契税的条款当中另选一捆，和去年相像，今年也将会继续禁止切来出口。以上各要点由长官阁下命令，伫即个日南亚城市第2个公司的定义呢大声公开宣布了后，就要进行发布。结果如下，即个日南亚城市定吼，我本来一直误会讲是伫个城堡内底，因为城堡是，伊个日南亚城堡是有一个3层的，是四角形的，啊，搁一个长高形的嘛吼。我一直以为是伫个即个较低迄个长高形遮，结果毋是吼。我看即本书内底即个台湾市定吼，伊是伫个即个日南亚城南东，即哪会南？我去看一下吼，即个方向咧怪怪。我先看，我今年登去台湾翕的即张图，伫个台湾历史博物馆的翕的即张图啦吼。Files, Images。这点，但是有敢有方向？我摆也无方向，无方向。安尼，这边蓝，怪怪。这边是海，哪有可能是蓝？我感觉这是毋对，南应该这边。好，就是伊长高形咧是南北向啦吼，啊，四角的即位是伫咧北边，啊，北边搁较起哩的吼，就是城外，即个城外北边是较起哩，当然即相款即个安平即沙洲遮，较北边遮，就是有一区是台湾市定安尼吼。好。好来，咱来看发北的结果吼。出北农场地点阿姆斯特丹是 Polder 吼 ，Polder 咱会记得，咱较早查过即个荷兰文就是田啦吼。阿姆斯特丹 Polder 吼，面积46又个7%，可能是假啦吼，我毋知这是啥物面积吼，单位无写吼。爱垃圾的面积是36又个7%，白箱叫做追高吼，保证人追高，白金总额20。第2个是 Delftspolder 23又个8%吼，爱垃圾的面积17又个8%，白箱讲无白卖，因为只干那5毫吨。好，这毋知啥物意思。过来是 Homespolder 吼，总面积113，垃圾面积87，白箱雕膏，保证人鱼膏吼，拢叫做啥物膏啦吼，我就直接甲念膏吼，因为我嘛毋知这字是毋是膏吼，应该是膏啦。白金总额45毫吨吼，毫吨。Ancuisance-Polder 吼。85又个1/10，垃圾面积53又个1/10，白箱好膏啦吼，保证人嘛是好膏，白金总额55毫吨。Zonkspolder 230倍又个9%毫吨，面积啦吼，垃圾面积173又个9%，白箱2龟。保
保证人周一哥白金总额180吼。Louis Porter 吼，咱知影即田吼，拢用迄个较早张国台湾张官诶名咧号名吼，即嘛 Louis 吼 ，Zonks 拄则迄个 Zonks 就是第一个张官啦吼，叫做 Zonk。Louis 是145又个1/10吼，啊，垃圾嘛是145又个1/10吼，白熊焦哥。保证人鱼哥，白金310。好，过来是即个面积哦，无是上大啦吼，无是上大，但是是垃圾是嘛毋是上大吼。叫做 Putmans 吼 ，Putmans Powder 吼，654，484吼，西瓜吼，白熊西瓜保证人做一个白金1000个10块，各10毫吨吼。过来是 Vanderbilt Powder 吼，202色654尔吼。白熊新哥保证林珠哥160毫吨。我看一下时间了时间已经到啊。Vanderbilt 好啦，甲读了好啦吼。Troutanius 吼，特劳牛斯啦吼 ，Troutanius Powder 吼，320，垃圾面积258吼，白熊西瓜保证人可以个金额340，雷麦尔 Powder 76吼，垃圾嘛76，李哥冰干45毫吨 ，Rotterdam Powder 1913级得对上快吼，垃圾1236，白熊金虾保证人福哥哦2990毫吨 ，Middleburg Powder 876，垃圾面积360，白熊济哥保证人福哥750毫吨。David Porter 是51啦，面积51，垃圾嘛是51。白熊敖哥保证人鱼哥50毫吨。Quake Buckers Powder 407，垃圾342。白熊丸哥保证人高一哥860毫吨。清水溪宜兰692。面积垃圾面积392，白熊李哥保证人班一个班750毫吨。好，早起平静的天气，下晡强风就对东北风继续吹来。好，今仔日读到10月20啦，吼，明仔载再过来继续。拄则有讲起即个。马文楼的字吼，我看一下。马文楼西下台湾荷兰时期高雄平原有几社吼？塔加利亚伫倒位？即篇我有看啦吼，但是写内容无讲介侪啦吼。主要内容主要意思就是讲，伫咧高雄吼，即嘛高雄，即嘛打到啦吼。平原啦吼，打到平原吼，到底有几个社？伊讲毋若是干那一个社啦吼，毋若是干那塔加利亚，又讲又后来荷兰人去征发即个塔加利亚，塔加利亚人到尾拢迁徙去别位嘛吼，就是即嘛什么屏东啥吼，因为较早讲，我袂记讲较早是安怎讲法啦吼，伊意思是讲较早讲法是毋对的吼，屏东迄遐毋是。应该是塔加利亚写啦吼。另外，我看嘛，1656年10月13号日子所提起温西米尔斯牧师，也就是咱野城市内温西庙伫个佛罗摩萨的性命故事。我看卖，我感觉都较 copy。
片我来看卖啊。毋是，我会 copy， 大概倒位咧？大概，真正大概遮 paste。Go。哦，伊大概就是即个人家啥饲类即本书的即个小改啦吼。我捌有一道有听着马文你读即本书，但听起来就含迄个人家写字是小可像安那记小安尼。毋知内底故事啊，因为是日记啦吼，可能毋知哦，我毋知为什么伊私人的日记啊记小记甲遮骨力吼。好 ，OK。好啦，有机会再来开讲吼。好，感谢吼，马文的找遮时间再请你分享即本书啦吼。安尼，我今仔日咱读到遮，我要来关班，感谢各位。